时讲到破口的风堵，咱遮庄牧师。所听兄姐愿恁平安。咱已经进入第3礼拜教会直播，因为咱台湾的疫情已经升到第3个境界。但是愿主的平安甲咱三甲伫地，伊的圣手要遮查咱，亲像咱拄则所念的圣诗，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稳伫伊胸前。愿主的平安甲兄弟姊妹恁三甲伫地。咱伫要开始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伊的应允，伊的保守，伊的话语的鼓励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来到你的至圣所，虽然阮袂通进入教会的礼拜堂，但是阮的心就是你圣神充满徛起的所在。阮深深相信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主你的圣神拢甲阮三甲伫地。互阮伫同心祈祷的时，你甲阮围围，真做一个共同敬拜、信仰的团体。阮伫你的面前尊重你的圣尊名，愿主你的平安即时降临，伫全世界、伫各所在，特别伫阮德堂教会的兄弟姊妹，愿主你的圣神将平安放伫阮的内心，互阮深深知影，阮的神是活的，互阮深深知影。阮的心是有亏力的，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愿你甲阮三甲伫地。阮拍开阮的心门，阮要听你的话；阮拍开阮的心门，阮要领受你的平安。愿主你甲阮同在，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伫即个疫情的过程顶悬，检查咱会拄着咱的厝边、咱的亲人，因真正紧张。所听兄弟姊妹。这是咱人的本性，惊吓是咱拄着环境变迁的时，咱的回应。总是愿天父上帝所赏赐咱的信心，是会当赢过惊吓，会当带予咱平安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甲咱的心讲，平安要来，惊吓要离开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做伙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问咱家己讲：我的信，我的信心。主所予我圣神的同在，敢会当真正带予我平安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伫这个时阵，有的人真正伊紧张的时，会讲出真侪惊吓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倒来到伫咱信仰的祈祷，咱问咱家己讲：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敢有互咱勇敢壮胆？伊的疼，敢有真正带予咱平安？咱今所念的圣诗465首，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稳伫伊胸前。这是教会带予咱的一个祝福、提醒，也是同心的祈祷。伫咱学老的时，愿主耶稣伸出伊的圣手，就亲像咱教会上下迄张图，耶稣抱迄只细只羊仔伫伊的胸前，安稳自在。愿咱伫圣神的帮助的中间，咱搁一摆问咱家己讲。我敢有甲圣神有好的团契生活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咱敢有真正互圣神踮伫咱的内心？咱敢有真正伫基督的中间，甲圣神三角来结连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领受上帝所予咱顶礼拜，咱伫基督的中间所读的出来记17章第7节，米迦书第3章11节，咱对咱家己讲，耶稣兼耶和华兼无踮伫咱的中间嘛？愿咱伫敬拜的中间，上帝的圣神运行，加做咱的帮助。顶礼拜牧师因为时间，所以讲伫讲到最后，我有切掉这条诗歌。咱常常甲咱的主日乐的囡仔唱一条歌，讲有主在我，歹势我不要唱。有主伫我的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。这是咱常常咧甲咱的囡仔所念的一条诗歌。兄弟姊妹。咱兼嘛应该嘛用这条诗歌做咱的祈祷嘛。伫咱人生惊吓这个亲像要破去，风影已经淹满咱的惊吓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就唱学乐诗歌，咱就唱凯旋的诗歌，咱就赞美，因为咱的上帝掌管，摇啊摇啊，直到咱安抵天家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
伫顶礼拜咱嘛有读到诗篇27篇第1节，主的光要拄去人心中的惊吓。兄弟姊妹，咱安尼深信，咱安尼挖靠，咱安尼经历。愿天父上帝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这礼拜有几工是伫风雨了后出日头。我真爱咱得到这个真水的土地，咱得到有真水的田园。所以当阮出去伫散步的过程顶悬，忽然看见伫迄个下晡时，风雨了后，有真水的蓝天，有真水的白云。所以伫迄个日头咧看天的时，我忽然有一个感动。王主啊，求你扫除所有黑暗的惊吓，主求你赏赐阮开阔的心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若头壳热热，有时咱所看到就是物质，但是咱若日头看天。咱应该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求你赏赐我开阔的心，真正将平安放伫阮的内心。这是咱互相的祝福。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眼界，将愿望开阔的心放伫咱的内底。今仔日的圣经，互咱什么种的帮助呢？今仔圣经到底咧对咱讲什么话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做礼拜中间所读的圣经，第7礼拜咱常常用这段圣经来做祈祷。牧师要甲咱做伙分享2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就是伫这个武汉疫情的过程顶悬，咱的政府真侪遮防疫的检调单位，常常伫媒体的顶悬甲咱讲，要做好防疫工作，戴口罩、喷酒精、勤洗手。看咱的喙暗，常常洗手。伫上帝的保守的中间，咱嘛要做伙来做这个属灵的防疫。我个人感觉，其实病毒并不是上危险，上危险有时就是咱心中的惊吓。心病无药医，惊吓常常真正真困难有平安。所以伫今仔日，我若要做伙祈祷的中间讲，求上帝保守咱出入拢平安，大大小小拢平安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求天父上帝予咱的信心是一个盾牌，咱会当将这惊吓赶伫咱的外面，咱伸出咱的双手交叉，就亲像属灵的军装，咱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斥责迄个外面的搅扰惊吓拢离开咱。所以，另外一种的防疫防疫，就是拒绝惊吓搅扰离开咱的心内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用主耶稣基督的保护，甲咱刻印真侪一个属灵的记号。圣经讲，咱要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记号，迄个刻印伫旧约的、伫圣经的原文的意思，就是亲像一个奴隶，伊的主人甲伊买了后，伊就用一个烧烫烫的铁啊，甲伊做一个记号，刻伫伊的手中，也是伫伊的头壳遐。对今仔日开始，耶稣基督的烙印。迄个记号就要带伫咱内底，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黑暗的关系看到咱，伊知影，这个囡仔、这个人是属于耶稣基督，因无再条侵犯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聪明的人甲因的厝起起来，聪明的人甲伊的信仰的地基起起来，起伫坚固的石盘顶悬。愿天父上帝今仔日，互咱所有参与礼拜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真做一个勇敢壮大的基督徒。无容易惊吓，愿主耶稣基督的保护，这个记号，除去所有，即卖要吞食咱的平安，因为惊吓常常会扭曲咱的平安。当惊吓入咱的内心的时，常常咱的平安就受这个黑暗的关系，甲咱扭曲，甲咱捆绑。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心毒比病毒有时更较可怕，因为惊吓对咱的吞食。亲像好势，惊吓常常会吞食咱的信心，惊吓常常会隐瞒咱的平安。总是伫礼拜中间，咱要讲，我靠迄个加添我开力的，摇花我的上帝，我靠迄个拯救我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靠迄个踮伫我内心的圣神保卫师，我要得到真正的平安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听。耶稣甲伊学生所讲，一个真要紧的信仰的功课。因讲，耶稣甲伊学生讲，恁着爱提防，恁着爱谨慎，爱防备
法利赛人的教，撒都该人的教。这段圣经来用来伫今仔日，咱要共读的时，耶稣嘛要甲咱讲，你爱提防，因为有真侪人讲教教的信息，因袂通解决问题，常常制造问题。咱是基督徒，咱爱真做一个有能力解决问题、通分别问题、无制造问题的基督徒。今仔日有人甲咱讲啊，台湾要死啊，因为迄个疫苗拢袂通来。兄弟姊妹，毋通听遐个教教的声音，咱嘛毋通做迄个传迄个互人惊吓的信息的基督徒。所以谨慎，咱伫互相咧联络的过程顶悬，无论你用 Line、用 Facebook， 还是用什么种的信息，咱尽量减少传迄个互人惊吓的信息。咱安全祈祷，伫咱做未来的事交予上帝，伫咱做未来的事相信，咱的政府因为一定已经拼命，对去年到今年，可能无暝无日，伫病院、伫所有系统顶悬，咧为着台湾咧做这防疫的工作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是一个用祈祷来解决问题的基督徒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有一个足要紧的圣经的主题，就是封闭，就是今仔日咱咧讲的防疫，将迄个惊吓，将迄个教教，将迄个无智慧、无理性的情绪，咱该记述伫我的生命的内底。撒都该人会教，犹太人会教，伊咧讲的，就是一种无健康、无正确的思想。咱会通想讲，伫这个世间有时人用迄个无健康的信息、负面的声音来教教咱的时，耶稣讲，你爱抵挡伊，爱甲伊讲，撒旦提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所读的两段圣经，其中一段伫马太福音第7章15节，伊讲谨慎提防。谨慎提防这个意思叫做 prosaico。这个字中间有一个真要紧，最后迄个后半段，伊用两个字来斗做伙。第一个字叫做 pros 的意思伫英语叫做 against 的意思就是讲，当黑暗的攻击，我就爱提起我的盾牌，甲挡伫外面。echo 就是咧攻击自我，我是一个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人。我应该带有上帝的形象伫我的内底，我爱保持我的原则，我爱保持上帝所予我的平安。所以，启蒙的意思就是好好保护家己。第二，这段圣经中间咧讲起假先知，假先知伫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讲白贼的。今仔日伫媒体的人有人故意用伊的立场，用伊的想法，故意讲迄个似是而非的信息。这就是假先知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奉耶稣基督的性命为伊祈祷，渴望伊会当点点，无搁再讲假的异象、假的福音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因为这种的人，就亲像今仔圣经讲，因是披着羊皮的狼。伊讲外面是羊羔，内面是凶恶的豺狼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无你惊，爱听牧者的声。唔通听豺狼的声，爱听牧者的声，爱听圣神的声，唔通听这个叫叫的野狼、豺狼的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的这段圣经中间咧讲，谨慎持守假先知，这个真正的意思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好好照顾家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上好的防疫就是唔通拍拍走，有个人提起。无聊的时就走去甲人开讲，想要买两个小菜，大家做伙伫迄个所在，啉一个小酒。兄弟姊妹，上好保护家己就是安静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今仔日咱咧看新闻的时候，若有叫叫你莫看，牧师毋是叫恁做一个无知的基督徒，毋是要做一个完全对社会无关心的人。因为有时迄个好无好的新闻是叫叫咱。互咱真做一个无平安的人，咱若知影就好，咱就无需要互伊来影响咱。所以讲，咱伫今仔日圣经中间第2段马太福音的16章第6节，撒都该人会教，这段的意思就是咧讲起错误的信息，
耶稣真感慨，当时有一群人因会交了天国的福音。当耶稣传天国的福音的时，撒都该人因伫迄个所在咧讲负面的信息，伊讲无够哇，这种的应允，今仔日嘛是安尼，有真侪时阵，咱咧传恶梦的信息的时，咱咧传一个积极乐观的信息的时阵，有人会甲咱讲负面主动，伊讲卖戆啊啦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但亲像今仔日圣经讲，echo的意思就是，我是什么种的人？我是基督徒，我应该就爱有基督徒的印记，有耶稣基督的印记。所以这个 echo 本身的英语嘛叫做自我，也是讲回声、回响、山谷的声音的回响。但是 echo 咧讲的嘛是亲像 ego， 就是自我，意思就是应该爱好好扮演上帝伊的形象所创造基督徒的本分。好好持守你信仰的原则，好好持守上帝应允讲愿恁平安。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知影讲，这个坚持伊的原文是圣经翻做，好好把握上帝已经互你伫你内面的遐特质思想，好好保守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伫今仔日咱咧讲防疫的过程顶悬，除了挂口罩以外，所听的日子嘛，有一重要件就是穿属灵的军装，将这个盾牌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交叉的十字架，咱来抵挡所有遐负面的思想甲情绪。伫这个虚假的世代，保护家己，活出上帝所赏赐你真水的你的生命形象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咱搁一摆安静问咱家己讲：我愿意成做一个有信仰的力量的基督徒，或者我要亲像一只船破去，伫迄个真侪搅扰中间摇来摇去，充满惊吓。当然，咱要讲耶稣基督的听，到我对伊的信，要互我勇敢壮大。愿天父上帝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搁一摆，咱除了挂口罩以外，搁较要紧，就亲像箴言讲，爱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人的心是一切结果子的源头。愿主帮助咱做好心防，伫咱的信仰的过程顶悬，互真侪这个属灵的病毒离开咱。咱伫这个人生的征战，伫信仰的路程，其实咱真辛苦，因为这个世间有真侪世俗化的思想，有真侪搅扰的情绪，一直不断咧影响咱。兄弟姊妹，唔免惊，咱就亲像一个啥物拢唔捌的囡仔，咱甲主耶稣讲：抱我伫你的行程，求你帮助我。咱的信仰的老师保罗有甲伊的学生，甲伊的囝儿属灵的囝儿提摩太，伊甲伊讲：我要将上帝的命令交互你，你就要常常坚持你的信心，甲清气的良心。所听的姊妹，防疫最重要，就是伫破壳的所在做一个保护者。什么所在有破壳，我就用我的生命来甲伊保起来，甲伊弥补起来。伫我的家庭若有有破壳，有惊吓咧攻击我的家庭，我就要用祈祷来守望，用祈祷来甲伊补破坑。所以的姊妹，用信心、用祈祷来做一个补破壳、补破坑的基督徒。说使你的朋友，迄个来的族群中间，留咧传迄个惊吓的信息，你着用祈祷来为因祝福，莫参与伫迄个辩论，参与伫迄个软骂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才做一个伫破壳中间来弥补伤痕的基督徒。祈祷就是上好的精神的开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所读的这两段圣经，马太福音也好，以西结书第22章也好，特别是以西结书中间咧讲起伫一个黑暗的社会中间，有假先知，有假祭司，有歹的政治领袖，嘛有一群世俗化的人民。伫咧中间讲甲足清楚，这个人贪婪不义钱财，这个人用因的关系去欺负遐弱势者。遐个先知讲假的污言，遐个祭司黑白讲上帝的话。兄弟姊妹，你若斟酌甲读，
你就会感觉讲，敢有这种的社会吗？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伫经生的中间无失望，因为自古以来人类拢就是安尼。自古以来人类的社会无迄个完全的、绝对的有良心、清气、完全的社会。所以圣经无论是伫旧约、伫新约，拢咧讲起人生活伫这个黑暗的世代，独只有上帝的光，会当互人辨明生命的道路。所以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无互这种的人类社会的黑暗，甲咱所看到的败坏来失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黑暗的中间发光，因为上帝讲，恁就是世间的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以世界书伊伫头先讲，这个世间是一个无清气的土地。这句话讲到，互人心惊震动。伊讲，我会先知以色列啊，离去传上帝的话，对这个土地讲，伊讲，这个土地是一个无得到清气世俗的土地。愿天父上帝用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来甲咱洗清气，互咱会当反省咱的教会是毋是有无适当的所在，互咱反省咱的信仰是毋是有无适当的所在，互咱来反省咱的社会。事实上，咱会发现讲，今仔日咱的社会并无遐尼凄惨，但是咱的社会依然有一寡无适当的政客，咱的社会嘛有一寡无适当的基督徒世俗化、贪婪不义的钱财，用家己代替上帝。愿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，互咱斟酌警醒，无上帝的话南山讲，无上帝的名南山称呼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做一个真正会当认捌上帝的话、读有上帝的话基督徒，无搁再做谤读上帝、扭曲上帝的话、贪婪不义之财、欺负弱势者。主帮助咱，咱做一个守望的人，咱要除去这个世间真侪这虚假的现象、世俗化、滥权、传假意象。求天父上帝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，主啊帮助我。因为伫以西结书这段圣经最后一句话，上帝讲：我咧找一个会当做破口防堵、重修围墙。我咧找一个我的奴仆，伊会当重新起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我咧找一个人，伊会当代替我伫破起来的中间，用伊的性命来做补破网的人。但是以西结书22章伊讲，上帝找无人，较有接悲哀。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虽然含慢，我嘛知影，我是一个无完全的人，但是上帝啊，用我做今仔日的以西结，用我做今仔日的以西结，我要伫黑暗的世代讲真实的话，求天父上帝帮助我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无坐咧土气，咱无坐咧惊吓，咱要讲上帝。伫今仔日的防疫过程顶悬，已经有防疫中心。伫今仔日的防疫过程顶悬，已经有全台湾对台湾头到台湾尾所有认真的医生甲护士，主要要祝福伊，互这群人认真来做医疗的防疫的工作。但是天爱遐上帝，求你互我做一个心灵的补破起来的人，对我的家庭开始。主，我虽然袂当做医疗的工作，但是我要做传平安的信息的人。伫我的家庭、伫我的亲人中间，若有人心中惊吓，我要用一个信息传互伊，我要用祈祷伫伊的背后为伊来做祝福。我要做一个伫惊吓中间做补破网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听我的决志。主啊，你找无人，我是5块饼2尾鱼，我是上含慢的人，但是主你若愿意，请你使用我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用这句话做咱的决志甲祈祷。摇花咱的上帝讲，我伫因的中间咧找看，是毋是有人会通来围墙？围墙的意思就是讲，重新来修起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我要找一个人，伊会当伫我的面前为着这个国，
为着这个无清气的地，伫破起来的所在来做补破网。所听的姊妹，是你，是你，是我，是咱。上帝咧找咱这间小小的庄稼教会，上帝要用你成做你的亲人的祝福。虽然咱嘛会惊，但是愿上帝，互咱将平安的信息大声唱出来，互人听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拢讲：主啊，我愿意；主啊，我伫遮；主啊，我要为着阮的教会所有兄弟姊妹做守望的祈祷。现在我无到亲像牧师讲道，现在我无到亲像牧师带查经班，但是我要做一个无人看见，但是跪落来为人祈祷的基督徒。为着我的家庭，为着我的朋友，所听的姊妹，咱做伙来见证，咱的上帝已经软弱的和勇壮的见效。咱来见证，上帝已经卑微的和迄个富足的人见效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，我伫遮，请你采用我。我愿你伫黑暗的世代做你圣洁的见证。我愿你伫一个无清气的地，伫一个世俗的地，伫一个贪婪不义之财的社会，我要永远坚持。我的上帝，伊是我唯一的主。今仔日世界对我来讲，已经定死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顶。对这个世间来讲，黑暗的关系袂当吞食我，因为对这个世间来讲，我已经定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顶悬。咱有分别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咱有分别，咱伫行行中间有平安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甲主讲：主，我要伫黑暗的世代做补破起来的人，因为你已经将这个职分交代给我。传福音的意思是什么？传福音的意思不是甲人招人来洗礼尔，传福音的意思就是伫行行的中间有平安的信息，伫黑暗的时有光明的愿望，伫绝望的中间有上帝所赏赐，无人会当夺取的愿望。所听的姊妹，咱的信仰的前辈保罗甲咱讲，爱相存信心，相存清气的良心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同齐用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做咱的决志讲：主啊，我要伫行行的中间传平安的信息，我要伫破空的中间来做补破网的人。主，我要为你传平安甲愿望的信息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帮助我，我要做一个伫破起来中间补破网的人。检在我无法度解决今仔日台湾所拄着这个问题。检在我毋是一个有能力通解决问题的人，但是上少我无爱做一个扩大问题。就是当真侪人咧讲负面的信息的时阵，我对伫后壁讲尻川后话，对伫后壁食小话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无成做一个制造问题的人。咱袂当解决问题，上少。咱无制造问题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定心来到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愿意；主耶稣，我伫遮，求你互我传递平安甲愿望的信息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听到这个话，求你的圣神。将你的话写伫我的心中，互阮知影，你伫阮中间。阮安尼恳求，感谢，我靠你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